又想嚟港珠澳大橋人工島近，又想配套成熟，又想風景靚啊！一線前山河景夠唔夠？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15分鐘夠唔夠方便？樓下3000平方嘅商業街夠唔夠方便？89平方嘅奶油風3房啊，12000蚊就可以輕鬆攞低啦！門口10號門。5合1智能密碼鎖，全屋智能教育系統啊，都係交付標準。呢個 L 型嘅廚房而家係示範單位，剝穿咗嘅，仲帶咗一個明窗嘅設計啊！你哋3、5好友喺呢度打個邊爐，非常嘅舒服啊！全屋嘅中央冷氣啊，都係交付標準，而且咧樓下有直通巴士，可以翻到香港荃灣太子尖沙咀，一日有好多班，而且啊幾十蚊就可以啦。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只需要15分鐘啊！主人房咧同埋呢個房間而家係剝穿咗嘅，交樓之後係2個房間啊！主人房都可以同時欣賞到一線嘅前山河景啊，非常之唔錯。而且咧樓下仲有幼稚園、小學啊，活氣啊，生活嘅氣息真係非常之濃，特別適合你哋香港、澳門嘅人士過嚟呢度退休度假養老，12000蚊嘅單價輕鬆攞低89平方奶油3房，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龍，我係小雅 follow me 帶你揾翻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